夜色深沉，月光溫柔。我係月下說書人，今晚我哋唔講戰場偏殺，唔講朝堂權謀，只講一個被正史寥寥數行帶過，卻在野史碎片中閃閃發光嘅故事。大清後宮最硬核嘅逆襲傳奇。裕妃喺規矩森嚴嘅大清後宮，30歲離過婚，呢幾乎係一張必死嘅爛牌。可是偏偏有咁樣一個30歲嘅二婚棄婦，唔單止堂而皇之咁行入紫禁城，仲將閱人無數嘅乾隆皇帝迷到神魂顛倒，一路飛升，喺最殘酷嘅修羅場入面橫住走。佢用絕地反擊嘅真實人生，狠狠夾咗世俗偏見一巴。今晚等我哋推開紫禁城嘅大門去睇下，呢位大清後宮最硬核嘅逆襲玩家，到底靠咩手段令不可一世嘅帝王為佢誅迷？一草原故事要從乾隆21年嗰片被戰火燒焦嘅草原講起。西元1756年，乾隆21年嘅秋天，西北邊陲嘅噶勒特草原上，一場滅頂之災正值。據一個古老嘅蒙古部落，呢個部落嘅德木齊貴族首領根敦，企喺被燒毀嘅帳篷前，望住遍地嘅狼藉同族人絕望嘅面，心如刀廕。烏梁海部嘅騎兵似狼群一樣衝入佢哋嘅牧場，牛羊被搶光，帳篷被燒成灰燼，來唔切逃走嘅老人同細路倒喺血泊之中。根敦帶住殘存嘅90餘戶族人，連夜逃出咗祖祖輩輩生活嘅草原。佢哋嘅馬蹄聲喺風中回響，身後係衝天嘅大火同漫天星光。根敦冇回頭，因為佢知道回頭就係死路一條。佢做咗一個盡難到令整個部落都沉默嘅決定，向大清投誠。佢冇其他路可以行。部落嘅人口不足100戶，戰馬喺逃亡途中死咗大半精壯嘅青年所剩無幾。如果唔揾一個靠山嘅，勒減特部好快就會由草原上徹底消失。於是根敦派出使節，帶住僅剩嘅幾匹好馬，一路策馬狂奔，抵達清軍駐地。使節跪喺大清將領書明面前，呈上根敦親筆寫嘅降書。書明連夜寫信，快馬加鞭送往北京，奏則層層上遞，最終擺到乾隆皇帝嘅龍案上。乾隆睇後動咗羅忍之心，下令將根敦部編入溪特部，劃撥一片新嘅游牧之地，讓佢哋暫時與杜爾伯特部共同居住。然而安穩嘅日子並冇持續太久，烏梁海嘅劫掠者再次出現喺佢哋嘅新牧場上，似果買一樣盤旋。不去根敦知道，光靠投誠遠遠唔夠大清可以收留佢哋，但唔會為佢哋拼命。想要真正擴督庇護，佢必須付出更大嘅代價。佢將目光投向自己嘅女兒博爾濟吉特氏，嗰個被整個部落稱為草原明珠嘅女人。呢一年，博爾濟吉特氏26歲，喺蒙古草原上12、13歲嘅姑娘就已經出嫁啦。佢嘅第一任丈夫，有人話死喺烏梁海嘅劫掠中，有人話與佢和離後遠走他鄉。不管真相如何，佢如今係一個二婚嘅女人，一個失去丈夫庇護嘅棄婦。但佢嘅美從未因為年齡同經歷而褪色半分。佢嘅眼眸似草原上嘅湖泊一樣深邃，佢嘅身姿似阿爾泰山嘅雪松一樣挺拔。佢笑嘅時候，整個草原嘅風都溫柔落。野史傳說中，佢嘅美貌曾引來無數求親者，卻接連在婚前布置族中嘅喇嘛話：呢個女子嘅命格太貴重咯，只有天底下最尊貴嘅男人先至講得住。根敦唔知道呢句話是真是假，但佢冇其他籌碼啦。呢個女兒係佢僅剩嘅能夠令大清皇帝動心嘅嘢。嗰一夜，根敦將女兒叫到帳篷裏，佢講嘅話好短，但每一個字都似刀一樣刻喺博爾濟吉特氏心上。
阿爸冇能守唔住呢片草原，只有將你送入皇宮㗎，勒真特步先至可以活下去。博爾濟吉特士冇講話，佢跪喺謝祖陽面前磕咗3個頭。第二日一早，佢跨上馬背，跟住洗節嘅隊伍頭也不回咁向住京城嘅方向駛去。佢冇喊草原上嘅女唔喊。乾隆21年6月初5，佢嘅名正式出現在清宮嘅檔案上。佢被冊封為多貴人，入住承坤宮。消息傳開後，整個後宮炸咗羅壁。而空降第一個炸羅壁嘅係嗰啲熬咗半世人先至熬到貴人位置嘅劉妃們。佢哋面面相鬥，一個蒙古女人冇參加過選秀，冇經過層層選拔，直接空降成貴人。更令佢哋坐唔住嘅係，呢個女人入宮嘅時候已經26歲啦。喺大清朝選秀女嘅鐵律自順治朝就立下，13至17歲嘅少女先至可以參加。而佢俾嗰啲泥雅迷燕燕嘅小姑娘帶咗足足一輪，一個26歲嘅老女人可以掀起咩風浪？某宮嘅某位主子搖住團扇，笑得意味深長。我聽講佢仲嫁過人，一個已婚嘅寡婦都配入紫禁城。承坤宮嘅太監宮女們亦喺淡勒私語，佢哋見過無數飛柳，見過嗰啲由細被嚴格訓練嘅八旗貴女，行路裙擺唔可以飄行，禮額頭要貼地，笑不露齒，目不斜視。而呢個由草原上嚟嘅女人呢，佢連紫禁城有幾道門都搞唔清楚。佢行路嘅時候大步流星，講嘢嘅時候聲音洪亮，笑嘅時候露出一口白牙。呢喺規矩森嚴嘅紫禁城入面，簡直係大逆不道。所有人都等住睇佢笑話。佢哋篤定乾隆將呢個女人納入後宮，不過係為咗安撫嗰啲投誠嘅蒙古部落。等政治目的達到咗，佢就會被人丟喺冷宮嘅角落，似一件用過嘅工具，永遠蒙上灰塵。但佢哋全部猜錯咗，因為接下來嘅故事先至係真正令人拍案叫絕嘅逆襲。呢個女人唔單止冇被冷落，反而以一種令整個後宮目瞪口呆嘅速度爬上有大清嘅權力舞峰。佢係點樣做到嘅？一個26歲先入宮嘅已婚女人，憑咩令嗰個擁有3宮6院無數佳麗嘅乾隆皇帝對佢如卒如追？多貴人剛入宮嗰幾個月，日子過得並唔順利。宮入面嘅人用各種方式俾佢下馬威。京士房嘅首領太監嚟承乾宮傳話，講嘢嘅腔調陰陽怪氣，舉膳房送嚟嘅飯菜總是凍嘅，甚至連佢宮入面當差嘅宮女服侍起嚟都漫不經心。喺呢個拜高踩低嘅地方，所有人都知道佢係一個冇根基嘅外來者，一個被當成禮物送嚟嘅政治工具。多貴人唔爭亦唔鬧，佢專注顧數，從不主動去軍清宮請安。乾隆嚟咗，佢笑面迎人；乾隆唔嚟，佢就喺承坤宮入面安安靜靜咁黐線。佢嘅手藝係跟草原上嘅老阿媽學嘅，一針一線，三嘅係搭啱同野馬，三嘅係草原上嘅風同雲。匿喺嗰啲只會滲牡丹削弱嘅八旗貴女面前，簡直係異類中嘅異類。然而，正係呢種格格不入，成咗佢最鋒利嘅武器。乾隆嘅後宮入面，乜嘢樣嘅女人？冇端莊賢惠嘅，麻眉繞鬢嘅，溫柔小意嘅，心機深沉嘅，佢見得太多太多啦。由15歲大婚開始，佢身邊嘅女人就似走馬燈一樣換個不停。佢太了解嗰啲套路樓、沙流、爭寵、哭鬧、使小聖子。每一個新入宮嘅年輕妃子都行一遍，睇多咗就厭了。而多貴人唔一樣，佢從來唔主動往乾隆身上黐。乾隆嚟咗，佢唔跪住磕頭謝恩，只係大大方方企起身，斟一碗奶茶話：皇上嚟嚟，呢個係我從草原上帶來嘅茶別。
乾隆端起碗飲咗一啖，皺起眉頭，太濃了，帶住一股佢從未嚟過嘅粗生味道。但佢又飲咗一啖，然後一啖接一啖，將成碗都飲晒。佢擔起頭望住眼前呢個女人，佢着住草原上嘅袍子，頭髮用一支銀簪隨便挽起，臉上冇拖脂抹粉，眼角已經有淡淡嘅細紋。但佢笑起嚟嘅樣，係佢呢世喺後宮從未見過嘅。佢係草原上嘅女人，飲最烈嘅酒，騎最快嘅馬，愛最想愛嘅人。而眼前呢個皇帝，天下最尊貴嘅男人，喺佢眼中似乎並唔係咩了不得嘅天子，只係一個男人而已。呢種不卑不亢令乾隆着咗迷，更令佢着迷嘅係佢身上嗰種矛盾感。史料中記載，裕妃雖然出身草原，女紅功夫卻出奇地好。亞分錯斬，金枝巧線剪成功，說明佢喺針線活上有極高嘅造山賺。一個草原上大嘅女人，居然會刺絲，居然可以灑出精美嘅錦繡。佢嘅雙手既能彎弓射大鸛，又能生出江南女子都自愧不如嘅韻紋。呢種粗沙與細細，奔放與溫柔嘅反差，令乾隆覺得呢個女人簡直係一個馬鎖。你永遠估唔到佢下一秒會帶俾你咩驚喜。多貴人嘅綠頭牌被乾隆翻嚟一次又一次，京士房嘅太監們開始用一種新嘅眼神望佢。呢種頻率已經超過咗好多入宮多年嘅劉妃。嗰啲等住睇佢笑話嘅人開始坐唔住啦。然而真正令佢哋感到恐懼嘅，仲喺後面。三跌落與反彈。多貴人剛入宮冇幾耐，檔案中出現咗一個令人費解嘅空白。乾隆21年12月25日係佢生日，按照宮規非扭過生日皇帝必有賞賜，但喺檔案中呢一日冇任何相關記載。直到第二年11月先至出現咗賞多貴人珊瑚朝珠一盤等物嘅記錄。宮廷史學家由此推測，多貴人啱入宮不久，很可能曾被短暫降為常在，因為常在過生日係唔會有賞齊嘅。呢背後到底發生咗咩？野史中有一種講法，多貴人入宮之初，因為性格過於耿直，唔識宮入面嗰啲彎彎繞繞，得罪咗某位分較高嘅劉妃。嗰位劉妃喺乾隆面前告咗佢一狀，乾隆一時心軟，便降咗佢嘅位分。但降咗之後呢，佢發現自己竟然開始掛住嗰個草原女人嘅笑容。佢去其他妃子宮入面，聽佢哋彈琴，睇佢哋跳舞，食佢哋親手做嘅點心，但佢總覺得少咗啲嘢。嗰種感覺似一碗白開水入面唔記得放茶葉，淡得令人心慌。冇過幾耐，佢唔單止恢復咗多貴人嘅位分，仲破天荒咁賞租咗嗰盤珊瑚朝珠。龐星係用自己嘅方式向佢道歉。呢件事之後，多貴人學乖咗嗎？冇，佢仲係嗰個樣，唔爭唔搶唔低頭。佢只係多咗一份沉默嘅力量。嗰種力量告訴所有人，我可以被降，但我唔會跪。乾隆24年，西元針齊59年，呢一年係多貴人入宮嘅第3年。京士房嘅太監傳出咗一個令整個後宮震動嘅消息，多貴人懷孕了。乾隆欣喜若狂，佢已經年過半百，子時雖然眾多，但每一個龍胎嘅降生都令佢感到自己嘅帝王血脈正在延續。佢喺半年之內4次想從多貴人中金鐘。喺後宮入面，懷孕嘅妃子可以得一次賞寵，就已經係莫大嘅恩寵；4次係前所未聞嘅盛寵。整個後宮都感受到咗嗰股灼熱嘅制度。嗰啲曾經睇唔起多貴人嘅劉妃們，此刻全部慌了神。佢哋終於意識到呢個女人唔係嚟做花瓶嘅，佢係嚟分一杯羹嘅。但命運偏偏喺呢個時候露出最殘忍嘅一面。懷孕數月，
後多貴人嘅細路冇咗根據檔案記載，9月初1嗰日，敬事房筆貼式武文成傳話，多貴人遇喜外，添分紅羅炭2獲8兩，黑炭10獲傳之，意味住龍胎已經流咗，冇人知道具體嘅原因，亦係長途跋涉，由草原到京城嘅啱波傷咗根基，亦係宮入面嗰啲睇唔見嘅暗箭，亦係老天爺根本唔想佢咁順利企穩腳步，無論原因係咩，嗰個承載住佢全部希望嘅細路，仲未來得切望一眼，呢個世界就化為虛。冇多貴人躺喺成康宮嘅床上，足足3日冇講話。宮女們端嚟嘅藥，佢一啖一啖飲落去，唔喊唔鬧，只係眼入面嘅光暗咗落去。佢諗起草原上嘅阿爸，諗起嗰啲喺劫掠中死去嘅族人，諗起自己似一件禮物一樣被送到呢座冰冷嘅宮殿。佢以為只要自己夠努力，就可以喺呢度企穩腳跟，就可以為家。勒爭特步爭一口氣，可老天爺話佢知你乜都冇，你連做阿媽嘅資格都冇。但乾隆嘅反應出乎所有人嘅意料，佢冇因為多貴人流產就疏遠佢，相反，佢落嘅第一道旨意就係暗封多貴人為御柳。御呢個字喺滿語入面讀作意為勇敢的、豪放的。乾隆用呢個封號告訴整個紫禁城，呢個女人朕中意嘅就係佢嘅勇敢同豪放。佢唔使似其他女人咁靠指示證明自己嘅價值，佢本身就係價值。乾隆24年11月21日，詔書下達12月18日某時冊封禮正式舉行。多貴人著住繁複嘅朝服，戴住沉重嘅頭冠，喺眾人嘅注視下，一步一步行向屬於佢嘅位置。嗰啲曾經喺背後就舌根嘅劉妃們，此刻全部耷低咗頭。佢哋終於明白呢個女人唔係靠運氣，佢靠嘅係佢自己。4恩寵冊封為御柳之後，乾隆對御柳嘅寵愛有增無減。佢頻繁召佢侍齊，敬事房嘅記錄上，御柳個名出現嘅頻率，甚至超過咗好多青春貌美嘅妃嬪。嗰啲17、18歲嘅小姑娘們，眼巴巴等住皇帝嘅臨行，卻發現自己連一個30歲女人嘅零頭都追唔上。更令人啱眼嘅係御柳幾乎成咗乾隆出巡嘅標配。從乾隆26年開始，外出初外有佢，南巡有佢，東巡泰山有佢，巡行熱河都有佢。乾隆行到邊度就將佢帶到邊度，旁分一刻都離唔開佢。喺嗰啲漫長嘅旅途中，當其他妃嬪因為暈船而嘔吐不止，因為長途奔波而哭鬧抱怨時，御柳卻似喺草原上騎馬一樣悠然自得。佢甚至會喺羅州嘅甲板上，指住遠處嘅山叢對乾隆話：皇上，你睇嗰座山嘅形狀，似唔似一匹奔跑嘅馬？乾隆順住佢嘅手指望過去，笑咗佢身邊嘅女人，有嘅會寫詩，有嘅會彈琴，有嘅會跳舞，但只有御柳會同佢傾偈，傾草原，傾神馬，傾嗰啲佢從未親眼見過嘅療法天地。對呢個一生被困喺宮場入面嘅皇帝嚟講，御柳就係佢通向另一個世界嘅窗口。御柳嘅崛起觸動咗太多人嘅利益。喺後宮呢個最殘酷嘅修羅場入面，寵愛從來唔係一個人嘅事。你多一分寵愛，別人就少一分；你行前一步，別人就被逼後退一步。嗰啲眼白白望住御柳步步高登嘅嬲妃們，表面上對佢客客氣氣，暗地裏卻開始壓起一張睇唔見嘅網。御柳成乾宮入面嘅宮女被人超收買，佢每日嘅飲食入面被人做咗手腳，唔係毒藥，而係嗰啲令人慢慢體虛、容顏衰敗嘅慢性之物。佢喺乾隆面前講嘅說話，被別有用心嘅人添油加醋，傳到皇太后耳中。更陰險嘅係，
有人開始喺京城散布流言，話余留喺草原上曾有過不止一段婚姻，話佢係不祥之人，克死咗好幾任丈夫。呢啲流言似生咗翼一樣，由宮外飛入宮內，由太監宮女嘅口中傳到各個體殿。所有人都用一種微妙嘅眼神打量余留，佢面上嗰度淡淡嘅細紋，佢眼角嗰粒不起眼嘅痣，佢行路時嗰種唔守規矩嘅步態，全部成咗流言嘅佐證。余留知道呢一切嗎？佢知道，但佢乜都冇講。佢照常去俾皇太后請安，照常喺承坤宮入面삶佢嘅草原就打，照常陪住乾隆出巡。佢比任何人都清楚，喺呢個地方解釋係最冇用嘅嘢。你越是顛解，別人越覺得你心虛。唯一可以堵住嗰啲嘴嘅，只有皇帝嘅心。而乾隆嘅心確實喺佢身上。乾隆27年，御覽跟隨乾隆南巡，呢個係佢入宮以來第一次踏上江南嘅土地。運河兩岸楊柳依依，白牆黑瓦嘅民居倒影喺水中空氣中，滲漫住桂花嘅甜香。佢企喺大洲嘅甲板上，望住呢片同草原截然不同嘅風景，眼入面閃着光。乾隆企喺佢身後，望住佢嘅側面，忽然講咗一句：朕要封你為妃。呢個唔係商量，係通知乾隆28年8月28日，啱書正式下達。啱封余留為御妃，從多貴人到余留用咗唔夠3年，從御覽到御妃又用咗唔夠4年，短短6、7年時間，一個26歲先入宮嘅二婚女人，由一個毫無根基嘅貴人，一路升到大清朝嘅妃位。呢種火箭般嘅升遷速度，喺整個乾隆朝都係極其罕見嘅。要知道，後宮入面嗰啲比佢早入宮10幾年嘅女人，多少仲喺貴人同鈕嘅位置上苦苦掙扎，而余妃只用了6年就行完咗別人一世都行唔完嘅路，連大名鼎鼎嘅容妃即香妃原型，嗰個令後人津津樂道咗上百年嘅西域美人，入宮時間比余妃晚。位婚床升速度亦始終落後於余妃。喺乾隆中期嘅後宮排序中，余妃個名排喺容妃前面。五風暴，乾隆30年，南巡嘅涿州上發生咗一件震驚朝野嘅大事，皇后那拉氏剪斷咗自己嘅頭髮。嗰場發生喺杭州歌洲上嘅風暴，似一把刀將乾隆後宮劈成兩半。那拉氏被連夜押送回京，幽禁於熱坤宮。令貴妃惠佳氏被浪封為皇貴妃，成為後宮事實上嘅主人慶妃、容妃等人嘅位置，亦隨之發生微妙變化。喺嗰段風雨飄搖嘅日子入面，余妃選擇咗沉默，佢冇借機上位，冇落井下石，甚至冇喺乾隆面前多講一個字。佢只係繼續做佢一直做緊嘅事，陪喺乾隆身邊，似一個安靜嘅港灣。當乾隆因為那拉氏嘅事暴跳如雷時，當佢喺深夜羅轉難眠時，佢去咗承坤宮，余妃乜都冇問，只係像往常一樣斟咗一碗蘆茶。嗰碗茶苦得發舊，但乾隆飲完之後長長咁舒咗一口氣。佢望住余妃忽然問：你唔問朕點解嚟？余妃笑咗：皇上想嚟就嚟，仲需要咩理由？咩？嗰一刻，乾隆嘅眼眶濕咗，佢終於明白點解自己離唔開呢個女人，因為全後宮嘅女人都在向佢要嘢，要寵愛，要遺婚，要細路，要權力，只有余妃乜都唔要，佢只係安靜咁企喺嗰度，似一個唔會倒塌嘅帳篷，隨時為佢遮風擋雨。此後嘅歲月入面，乾隆對余妃嘅寵愛有增無減。乾隆33年，余妃度過咗自己嘅40千秋。喺嗰個女人過咗30歲，就被視為半老隨娘嘅時代。40歲嘅余妃依然係乾隆身邊最受寵嘅女人之一。檔案記載，喺乾隆35年嘅後宮名冊上，
除皇貴妃、衛佳氏同慶貴妃外妃位之中，裕妃個名赫然在列。排喺容妃之前，佢冇子嗣，冇顯赫家世，冇年輕身體，佢有嘅只係佢自己。而呢個級恰係乾隆最離唔開嘅嘢。陸龜去乾隆38年嘅冬天，比往年都要凍。呢一年，裕妃再次陪同乾隆巡行熱河，佢已經44歲啦。喺嗰個平均壽命不過40多歲嘅時代，佢已經係名副其實嘅高齡。多年嘅宮廷生活消磨咗佢曾經健壯嘅身體。草原上嘅風再也不能令佢熱血沸騰，反而令佢感到刺骨嘅寒意。喺熱河途中，裕妃突然病倒，起初只係咳嗽，太醫們開咗幾副藥，佢冇放喺心上。但病情發展得比所有人想象嘅都要快，佢開始發高燒，開始咳血，開始連落床嘅力氣都冇。乾隆急召隨行太醫會診，數名御醫跪咗一地。把過脈之後，面面相視，冇人敢出聲。乾隆知道佢嘅時間唔多啦，佢下令停止一切行程，命人即刻將裕妃送回京城離別。嗰一刻，乾隆企喺行宮嘅台階上，望住載住裕妃嘅馬車緩緩駛出宮門，雪落落嚟，一片一片蓋喺佢膊頭上面。佢冇講話，只係企咗好耐好耐。回京嘅路途漫長而坎坷，裕妃躺喺搖晃嘅馬車入面，蓋住厚厚嘅氈，被聽着車輪碾過積雪嘅聲。佢知道自己已經到咗盡頭，喺生命最後嘅時刻，佢冇喊痛，冇哭鬧，甚至冇怨天尤人。佢將身邊嘅人叫到跟前，聲音好輕，但每一個字都清清楚楚。轉告皇上，我所受主子之恩甚重。現患病未能傳擾，福分已盡，不能報答主子恩典，請主子萬安。我不奢望久留去留，也算善終。呢個就係佢留喺呢個世界上嘅最後一段話。冇文唐立嘅詞組，冇刻意嘅煽情，就似佢呢個人一樣，真實坦蕩，不卑不亢。佢將自己嘅一生歸結為兩個字：善終。佢由一個被當成禮物送入皇宮嘅草原女人，一步步行到大清朝嘅妃位。佢冇子嗣，但擁有皇帝嘅寵愛；佢冇顯赫家世，但贏得滿朝文武嘅敬重；佢冇年輕身體，但佢有一顆連帝王都無法征服嘅自由之心。乾隆38年12月20日，裕妃崩逝於承關宮，享年45歲。消息傳回熱河，乾隆沉默咗好耐好耐，然後佢落咗一道旨意，填朝3日，整整3日。呢個日理萬機嘅皇帝唔批奏節綽，唔見大臣，唔處理任何政務，佢只係坐喺嗰度，用沉默嚟悼念。呢個女人喺大清朝嘅歷史上，可以令皇帝彈朝3日嘅妃子屈指可數。然而乾隆所做嘅遠不止於此，佢感念裕妃一生無子無女，特意下旨派皇8子永墳、皇12子永墳、7公主及7額拉王多爾濟為佢披麻戴孝，並命皇6子則郡王和內務府大臣金簡總理喪儀，讓自己嘅王子王女為一個冇血緣關係嘅妃子穿孝。呢喺禮法森嚴嘅大清朝，幾乎係不可想象嘅恩典。有人猜測7公主很可能是裕妃嘅養女，所以先至會被安排為佢穿孝。不管真相如何，呢份殊榮足以證明裕妃喺乾隆心中嘅分量。乾隆40年10月26日，裕妃嘅金棺被葬入清東陵嘅裕寧妃原地。呢位來自草原嘅女人最終長眠喺大清皇陵嘅土地上。佢用咗15年時間喺呢座紫禁城入面留低咗自己嘅印記。佢嚟嘅時候，所有人都覺得佢係個笑話。佢走嘅時候，滿朝文武都在為佢默哀。活成自己裕妃嘅一生喺正史入面嘅記載，不過寥寥數行字。嗰啲被刻意淡化嘅檔案，
嗰啲散落在野史筆記入面嘅碎片，構成咗一個令人心潮澎湃嘅傳奇。但我想佢從來唔在乎自己會唔會被史書記住，因為佢在乎嘅事只有一件：活成佢自己。一個26歲先入宮嘅已婚女人，喺規矩森嚴嘅大清後宮，冇顯赫家世，冇年輕身體，冇子嗣加持，卻硬生生種出一條血路。佢靠嘅唔係陰謀算計，唔係爭寵奪愛，而係一種幾乎可以被稱作鬆弛感嘅嘢。佢唔爭，因為佢不屑於爭；佢唔慌，因為佢活到26歲，喺草原上經歷過生死劫難，經歷過第一段婚姻嘅破碎，經歷過被當成禮物送給一個陌生男人嘅屈辱。佢早就將嗰啲虛妄嘅期待全部放低。佢唔期待乾隆俾佢啲咩，所以佢從不失望。佢唔依賴乾隆證明自己嘅價值，所以佢從不卑微。佢只係活出自己本嚟嘅樣，一個來自草原嘅自由奔放嘅女人。佢知道自己是貢品，係即轎爺用嚟換取庇護嘅禮物，但佢冇恨。佢將呢份貢品嘅身份活成咗自己嘅勳章。佢證明咗一件事：即使你係被當成禮物送出嘅，你都可以決定自己嘅價值。嗰啲曾經嘲笑佢大齡嘅人，早就淹沒喺歷史嘅塵埃入面。而裕妃用佢嘅方式，狠狠着咗世俗一記響亮嘅耳光。26歲也好，30歲也莫，二婚也好，被當成禮物也聞。呢啲標籤從來唔可以定義一個女人嘅價值，真正可以定義你嘅只有你自己。我知道正在聽呢個故事嘅你，可能正在經歷咁樣嘅時刻。你碌住社交媒體，望住嗰啲比你後生嘅姑娘曬住各種光鮮亮麗嘅生活，你開始焦慮，開始懷疑自己係咪已經錯過咗最好嘅年紀。你聽到身邊人話女人30豆腐渣，話離婚嘅女人唔值錢，話你都呢個歲數仲搞咩？嗰啲聲音似針一樣拮喺你心上，令你喺每個深夜羅轉難眠。但裕妃嘅故事話你知，嗰啲聲音全部都係廢話。26歲喺300年前嘅大清朝，係一個可以做祖母嘅年紀已婚。喺封建禮教下，係一個女人身上永遠洗唔甩嘅污點。無子喺後宮呢個冇憑子貴嘅修羅場入面，係一張必死嘅爛牌。但裕妃偏偏面住咁樣一副爛牌，打出了王炸。佢證明咗女人嘅魅力從來唔係由年齡決定嘅。20歲嘅女人有20歲嘅青春，30歲嘅女人有30歲嘅通透，40歲嘅女人有40歲嘅智慧。每一個年紀都有佢獨特嘅光芒，根本唔需要去同任何人比較。佢亦證明咗一個人嘅價值從來唔係由佢經歷過咩決定嘅。你結過婚又離咗，嗰係你人生嘅閱歷，唔係你嘅污點。你曾經揀錯咗路，愛錯咗人，嗰係你成長嘅代價，唔係你被混籍嘅理由。裕妃嘅第一段婚姻，無論係喪夫定係和離，都冇阻止佢成為大清朝最受寵嘅女人。因為真正有魅力嘅女人，從來唔靠從一而終證明自己嘅價值。最重要嘅係，佢證明咗鬆弛感嘅力量。佢唔爭，因為佢唔需要爭。佢唔需要通過乾隆嘅寵愛嚟證明自己值得被愛，因為佢本來就知道自己值得被愛。呢種來自骨子裏嘅自信，先係佢最大嘅魅力。嗰啲喺深宮入面為咗乾隆一個眼神而患得患失嘅女人們，佢哋輸俾裕妃，唔係輸喺容貌，唔係輸喺家世，而係輸喺心態。你越用力想抓住一樣嘢，佢就越會由你嘅指縫間流走。而當你鬆開手不再執念嘅時候，全世界反而會向你走來。裕妃喺承乾宮嘅嗰啲夜晚，一定都曾經望住窗外嘅月亮，
思念過遠在草原嘅家鄉，但佢冇沉溺喺思念入面，佢選擇活喺當下，佢接受咗命運嘅安排，然後用自己嘅方式將呢安排變成一手好牌。你都可以，所以今晚請你做一件事，將嗰啲外界強加俾你嘅年齡焦慮輕輕放喺枕頭旁邊，將嗰啲你都呢個年紀啦嘅刺耳聲音關喺今晚嘅門外面。你就是你，你走過嘅路，經歷過嘅風雨，承受過嘅傷痛，都係你獨一無二嘅勳章，唔需要向任何人證明啲咩，唔需要為任何人改變自己。夜已經好深，紫禁城嘅紅牆早已褪色，成坤宮嘅燈火早已熄滅，草原上嘅風亦早已吹過300年嘅時光。但如妃留低嘅嘢仲喺度，佢嘅鬆弛，佢嘅坦率，佢嘅勇敢，佢嘅活成自己。願你今晚都可以似如妃一樣，放低所有標林，活出自己最真實嘅樣。願你無論幾多歲，無論經歷過咩，都可以相信自己值得被愛，都可以溫柔而堅定咁行自己嘅路。我是月下說書人，多謝你今晚聽到最後，願你今夜安穩，願你明日從容，晚安。